好多人為咗健康或者減重，堅信食得越乾淨越好，淨係食水煮空肉同菜，完全唔落油唔食飯。但係呢種極端嘅食法，可能陰啲咁傷害緊你身體入邊嘅器官。有位25歲嘅減肥博主，半年嚟日日都係水煮菜同空肉，極低碳水、極低脂肪、高蛋白飲食，最後胰臟大面積壞死，而且係不可逆嘅。呢個唔係嚇你，係真實個案。好多人以為食得少食得清咧就一定健康嘅，但係其實身體需要嘅咧係平衡，唔係極端啊！想象一下，如果一部精密嘅機器，你淨係俾佢一種原料，但要佢完成晒所有複雜嘅工作，佢好快就會壞。我哋嘅身體都係一樣，我哋身體嘅基因設計咧係以碳水同脂肪做主要能量來源嘅。如果你長期極端咁缺乏呢兩樣嘢，逼住身體用大量蛋白質嚟供能，就好似引擎燒錯咗燃料，會產生大量代謝廢物、氨、含硫物、肌酐、氮等等，對肝同腎嘅壓力非常大。而且你唔食脂肪，膽囊收縮素同胰液分泌都會唔足夠，令到蛋白質消化能力下降，容易導致胰管堵塞發炎。再加上極低碳水會令到胰臟功能紊亂，兩樣嘢跌埋一齊，仲要高蛋白，半年之後器官仲撐唔撐得住，真係好睇彩數。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嘅膳食指南咧，蛋白質熱量都只係佔15%到20%左右啦，佔大頭嘅永遠都係碳水，然後先至係脂肪，呢樣先至可以保證身體代謝同機能正常運轉。真正嘅健康管理唔係對身體發動一場戰爭，追求極端嘅乾淨，而係理解同尊重佢本身嘅運作規律，做到智慧嘅補給同協調。餓死係唔存在嘅，但喺身體極端營養不良嘅情況下，會導致多器官衰竭。減肥咧本身可以令你變得健康，但如果用極低碳水、極低脂肪、高蛋白飲食咧，咁就係殺敵1000，自損3000，搵嚟搞。無論你出於咩目的調整飲食，請為自己設定一個安全嘅底線，係每日碳水唔好低過130克，即係大約一碗飯嘅份量；脂肪唔好低過全日40克，即係2湯匙烹調用油嘅份量。保持呢個底線啦，咁相對嚟講，你哋身體基本上可以維持正常運轉啦。